伊斯兰教与中华文化的融合，使得真和清真寺成为居港市最具标志性的宗教旅游目的地之一。这座清真寺的独特之处尤其是两座富含伊斯兰哲理的高塔，令其更加引人注目。真和清真寺也被称为真和斯里维加亚清真寺，自2005年在居港市成立以来，以其独特的建筑风格而引人注目，和谐地融合了伊斯兰文化和中华文化。根据真和清真寺的民宿介绍，清真寺的主建筑以粉红色为主，配有对比鲜明的红色柱子，顶部的绿穹隆重而优雅，顶部有新月和星星的标志，令人联想到中东地区的传统清真寺。更为特别的是，清真寺有两座与宝塔相似的高塔，分为被命名为 Hablu Mina Allah 和 Hablu Minanas， 象征着人与上帝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Jadi kita ada di sini ada kelihatan dua menara kanan dan kiri. Nah, jadi ini menunjukkan bahwa melambangkan ya filosofinya bahwa itu hablum minallah, hablum minannas. Tingginya itu 17 meter, 17 rakaat ya. Itu tingkatnya 5 tingkat. 5 tingkat. Iya, sholat. 清真寺独特的中国建筑风格使其具备了独特的吸引力，成为居港市宗教和文化的标志性建筑之一。Taslim Rahman, PAL TV